继续读第六节。注法我未见破人者，不仁者；破人者为上智，不仁者，以为仁义。不恕不仁者，加护其身。有人一日用其力有仁义后，我未见力不着者，盖有之意，我未之见也。这是孔子来讲啊。最主要就是讲。 要修，大家拢会转去啦，只是你无用心尔啦。伊讲我未见好人者，好不仁者。真正咧修道学道的人，伊袂去厌恶对一个人，因为大家本来拢是相来到遮未卖深，话未卖长，阁未卖深，所以咧修行学道的人。 真正不菩萨的人，伊袂去厌恶什么人，因为大家拢同起来的。好人者不以上智，好人的人无什么代志比好人搁较高尚一点啦。好人上好，修行上好，不仁者，伊袂去厌恶不仁的人。毋通讲，伊袂讲，你有咧修，伊无咧修，咱就讲。 你安怎啊？拄安怎？袂去讲这是非，基于仁义，伊呢，当赐我这个不仁的人，会当反倒转来，来做这个仁的工作。不恕不仁者，加护其身，有咧修道的人，伊拢会想办法，咱的邻居、咱的亲戚、咱的朋友，想尽办法，来互这个不仁的人，来，伊会当倒转来，会当精神倒转来。有人一日用其力有仁义吼，我未见力不着者。伊来讲啊，孔圣来讲，有一个人用力量要来做人的工作，也讲伊做袂到的话，孔圣就讲，我未见力不着者，无迄个人啊。该有志确实总有，我未之见啊，我嘛捌。 所以，遮圣人讲足句的，可见就是咱每一个人拢会转去，无一个袂转去，袂转去是你家放弃袂转去啊。拄则咱讲过，仁怨何在我有仁思仁智，仁义虽然无我无忙，我若要做仁，是我是有理尔，叫安尼受伤啊。即种是空圣人。 勉励咱世间人努力行仁，绝对不可托殊力量不足而自暴自弃。所以孔圣人勉励咱世间的人，认真来做，认真来做，来行仁的功夫，绝对袂使托殊讲，这我无度，我不够力，袂使。来家己看见家己放弃家己，而自暴自弃。 那家己看见家己，家己放弃家己，安尼咱就自甘堕落，安尼咱就家己要轮回，这是咱该找来实理。仁就是人类互相互来的命定，这个物件生来就有，所以三字经来讲，人之初，性本善，这就。 毋知偌早啥时啊，我毋知影咧。毋过即句话，就是几千年来大家拢爱读，安尼念。我自细汉，阮老爸伊就咱毋捌字，毋过毋捌字伊对即本三字经规本背透透。伊就讲人之初，性本善，性相近，习相远。伊就教我读，虽是伊毋捌字啊，伊嘛是知影安尼一句。人之初，性本善。 所以，这人是人类互相互来命定，根本不去学，根本就毋免学就会晓，毋免学就会晓。就能理能行，就会当知，搁会当做。咱咧毋知，甲咱不要做，毋做，这是叫物，甲咱卖卖去，叫不了，甲咱卖卖去，咱袂去做，而且不论。 天无人人皆有啊！
这个明德啊，富生富来明德，不论老人啊、穷人，人人拢有。人之初，性本善。